嗨，歡迎返嚟智慧創業學院，我係你嘅導師陳 Sir。上條片我哋講咗冇錢冇經驗點樣開始創業，零成本嘅啟動攻略，收到好多留言話我依家仲喺度打工，但係已經心癢癢想創業，我應該做咩心理準備？今日呢條片好重要，我會同大家拆解打工仔轉創業者一定要做嘅5個心理準備。如果你唔想辭職之後先發現自己未準備好，呢條片一定要睇完。我見過太多人辭職之後先發現自己原來創業嘅壓力係比打工大100倍，結果6個月就撐唔住啦，最後黑埋仲要返去打工。所以今日我會用真實嘅案例話你知邊啲心理準備係必須嘅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開啟小鈴鐺，每周我都會分享創業嘅實戰心得。唔廢話，入正題。第一部分，點解心理準備咁重要？首先我要分享一個殘酷嘅事實，根據統計，70%嘅創業者係因為心理未準備好而失敗，唔係因為產品唔好或者冇錢。我見過嘅真實案例有2個 friend 同時喺大公司打工，都心癢想創業。阿明唔做心理準備，一辭職就即刻開公司，結果3個月就因為冇固定收入，要自己決定所有嘢而焦慮到失眠，最後公司仲未上軌道就已經撐唔住要返去打工。但係另一個朋友阿強佢喺辭職之前就已經做咗整整1年嘅心理準備，包括儲夠6個月嘅生活費，利用周末做 MVP 同家人溝通好。結果辭職之後雖然都有壓力，但因為已經有心理準備，所以好快就適應到。2年內公司就已經做到收支平衡。點解會咁？因為創業同打工根本上係2個世界。打工係有人安排好所有嘢俾你做，創業係所有嘢都要自己決定，仲要自己承擔結果。所以今日我會同大家拆解打工轉創業者一定要做5個心理準備。第一，準備好冇收入嘅日子，準備好所有嘢都要自己決定，準備好失敗係常態，準備好同家人溝通，準備好孤獨感。呢5個重點我會逐一拆解，仲會用真實嘅案例話你知點樣準備。第二部分5個心理準備嘅核心內容。第一個心理準備，你要準備好冇固定收入嘅日子。打工嗰陣你知每月幾號出糧，出幾多，但係創業你可能6個月甚至1年都冇收入，仲要倒貼錢進去。我建議辭職之前一定要儲夠至少6個月嘅生活費加創業嘅啟動資金。如果你有家庭要儲得更耐，記住冇儲夠錢就辭職係對自己唔負責任。第二個心理準備，你要準備好所有嘢都要自己去決定，仲要自己承擔結果。打工嗰陣你唔使自己決定公司嘅方向，產品點樣做，錢點樣分，呢啲嘢老闆會決定。但係創業所有嘢都要自己決定，決定錯說嘅係自己嘅錢。我建議辭職之前先試下自己決定所有嘢，比如利用周末做 MVP， 所有決定都由你做，睇下自己頂唔頂得順。記住，如果你唔習慣自己決定所有嘢，創業之後你會有好大嘅壓力。第3個心理準備，你要準備好失敗係常態，成功先係意外。打工嗰陣你做完老闆交代嘅任務就可以，做唔到通常有同事幫手。但係創業你會遇到無數次失敗，產品冇人要，投資者唔肯投入，團隊走人。如果你接受唔到失敗，你會好快就放棄。我建議你要改變心態，將失敗睇成學習嘅機會，唔係世界末日。記住，失敗唔係問題，唔學習先係問題。第4個心理準備，你要準備好同家人充分溝通，得到佢哋嘅支持。創業之後，你嘅時間和精力、金錢都會受到影響。如果你嘅家人唔支持，你會面臨事業同家庭兩難嘅局面。我建議辭職之前一定要同家人，尤其係你嘅配偶充分溝通，話佢哋知你嘅計劃、你嘅財務狀況、你嘅風險控制方案。記住，家人嘅支持係你創業最強嘅後盾。第5個心理準備，你要準備好創業係孤獨嘅。打工嗰陣你有同事一齊食飯，一齊傾偈，一齊做 project。但係創業好多時候係你自己一個，或者係你帶領團隊，
你嘅壓力、你嘅憂慮，冇人可以分擔。我建議你要建立自己嘅支持系統，例如加入創業者社群，揾導師或者同其他創業者做 co-working。記住，創業唔係單打獨鬥，你要主動揾支持。第三部分真實嘅案例分享。講咗咁多心理嘅準備，我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嘅案例。我個 friend 阿明，佢點樣因為冇做好心理準備而差啲失敗。阿明原本係銀行做中層管理，人工5萬一個月，生活好穩定。但係呢，佢心裡想創業，做智能嘅投資 APP。結果呢，佢冇做心理準備，一辭職就立刻咗開公司。問題一，佢冇儲夠錢，佢淨係有3個月嘅生活費結果第4個月就已經憂慮租金同人工，根本冇心機諗產品。問題二，佢唔習慣自己決定所有嘢。佢之前呢，只要執行老闆嘅決策，但係創業之後呢，所有都要自己決定，經常猶豫不決，錯失好多機會。問題三，佢拒絕佢接受唔到失敗，第一次樣品失敗就覺得自己唔適合創業，好快就想放棄。問題四，佢冇同老婆充分嘅溝通，老婆以為佢辭職之後好快有收入，結果半年都冇收入，經常投訴家庭關係好緊張。問題五，佢覺得好孤獨，之前銀行有好多 friend， 創業之後呢，成日自己一個 office， 冇人傾偈，心理壓力好大。總結，阿明嘅公司喺第8個月就結業，蝕咗50萬，仲要同老婆關係搞得好差。但係呢，佢冇放棄，檢討咗自己嘅問題，並做咗以下嘅改變。第一，重新打工儲錢，儲夠12個月嘅生活費。第二，週末做 MVP， 學習自己決定所有嘢，改變心態，將失敗睇成學習嘅機會。第四，同老婆充分溝通，制定清晰嘅財務計劃。第五，加入創業者社群，建立支持系統。2年之後，佢重新創業，今次佢做咗充足嘅準備，結果呢，今次佢嘅公司第10個月就已經收支平衡，依家已經有20個員工。佢嘅故事話俾我哋知，心理準備係創業成功嘅第一步。如果你冇做心理準備，就算產品再好，都好難成功。第4部分，行動步驟。聽完呢啲案例，我俾大家3個具體嘅步驟，今日就可以開始做。第一，評估你依家嘅心理準備程度，問自己，如果聽日辭職，我頂唔頂得到？如果你有任何猶豫，代表你仲未準備好。第二步，制定你嘅心理準備清單，根據我今日講嘅5個心理準備，逐一檢查你做到邊個程度。例如你有冇儲夠6個月嘅生活費？你有冇同家人溝通好？第三，利用週末或者下班嘅時間試做 MVP， 唔好一辭職就全職創業，先利用空閒嘅時間去做，睇下自己適唔適應到。記住，辭職創業唔係衝動，係要做好準備先至做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， 分享俾你身邊想創業嘅朋友。你嘅支持係我繼續拍片嘅動力。好，今日就分享到呢啲，希望你哋明白，創業唔係辭職就去做，係要做好心理準備再去衝。下條片我會同大家講創業點揀賽道，3個方法幫你揀到黃金嘅商機。我會拆解咩嘢係賽道，點樣評估一個賽道值唔值得做，內容非常實戰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開啟小鈴鐺，唔好錯過。最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哋依家做咗幾多心理準備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，我會抽時間回覆。我係智庫學院嘅陳 Sir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